上個月啦，我服務嘅區域呢，美林村發生咗兩宗嚴重嘅案件嘅。咁其中一宗呢，就係4月9號喺美田路勒屬搶劫案，另一宗呢，就係喺4月13號喺美林村發生嘅一宗命案咁樣。咁先講翻4月9號喺美田路嗰個勒索搶劫案呢，咁都好感謝警方呢能夠可以喺10個鐘頭裏邊呢就迅速破案呢，拉到嗰個疑犯嘅。咁其實受害人係一個回收業嘅工人嚟嘅，咁其實幾百蚊對於佢嚟講係非常之重要。咁喺度呢，好多謝警方同埋有關案件嘅警務人員呢能夠迅速破案啦。咁另一宗呢，就係喺4月13號美林村嘅命案。咁有兩件事情呢都想查詢翻嘅。咁第一個問題呢，就係咁我收到街坊嘅投訴啦，就表示案發當晚呢，咁警方呢就上樓拍門，咁呢就大力咁樣去拍門呢，去叫醒屋裏邊嘅人呢，就去查問搜證咁樣。咁成個過程呢，就去到成凌晨3點鐘，咁都造成咗一啲滋擾嘅。咁呢個問題都想Madam 去解釋一下點解有呢個動作啦。咁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咁近日傳媒呢都不斷報導，咁就講話警方拉錯人啦。咁令到嗰位自閉症同埋人士同埋家屬呢都受到傷害嘅。咁喺呢兩個問題裏邊都希望指揮官能夠回答一下。咁啊唔該主席。